下高早，哇，透早甲做伙来敬拜上帝，真好对无？请家己隔壁的讲，今仔做伙来敬拜上帝，真好。咱会当甲隔壁的小舅们，清早时会当来到上帝厝，是偌尼啊有福气、偌尼啊水的代志。咱要用这首诗歌来学乐咱的主。好，我听见你听堂的声，因为我靠你，好我在通行的路，因为我是仰望你，我要讲感谢的罪，也要求求你的名，时常敬诚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圣所野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求拜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咱做伙举手来恳求，我要对你的圣所野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求拜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罪。咱用诗歌、用祈祷来到上主的面前，来献做祭。咱即马做伙来读这句经句：上主啊，求你听公道的诉求，留心听我的祈祷。我无用奸诈的嘴唇祈祷，求你压耳孔来听。咱做伙来到主的面前，来向伊来感谢，学乐咱的上主，也愿伊来摆列咱伫伊面头前无欢喜的无互上帝欢喜的罪。咱做伙开声来祈祷，来到主的面前。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互阮会当来通过你来赦免阮的罪，互你主你的名伫咧阮的生命内底，互阮会当得到透放。感谢你，求你来看顾阮的一生，求你来看顾伫咧阮的中间。你是怜悯的上帝，你用祈祷来赦免阮，用祈祷来疗赦阮。主啊，求你来看顾，互阮来让真实来敬畏你，互阮来真实来敬畏你。感谢主，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真做你的儿女，这是何等有福气的代志。你是怜悯的上帝，你是公义的上帝。阮知影伫你的面前有无通可夸口，求你来帮助阮，来赦免阮的罪过，用祈祷来。互阮会当甲主你得到结连，互阮得到真正的活命，互阮会当来真实来敬畏着你，真实来亲近着主。阮感谢你，甲阮同在，安尼祈祷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好。继续，我们来医治头房有身体无爽快、艰苦的，你会当用你的手来摸到你的心肝的所在。咱用主邀请主耶稣来加做咱生命的主，咱一生的帮助。咱做伙来开嘴来祈祷。主，感谢你的恩典，你是医治的上帝，你是疼痛的上帝。伫你以外，阮无别项通祈求的，求你来帮助阮。你知阮身体软弱，你知阮的需要，求你来看顾，求你来帮助，伫咧阮的中间。主啊，求你来帮助，你知阮的软弱，阮需要你来向主来祈求。主，求你来看顾，伫咧阮的中间。主耶稣，我感谢你的恩典，互阮是遮尔有福气，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恳求，阮在对你的面前，来到你的面前，阮来坦然阮的罪过，来坦然阮的软弱的时阵，上帝你的医治就要临到，上帝你的疗愈就要临到，感谢你，互阮会当安尼
尼来求。主要所叫谢尊名来求。主，感谢你，互阮安尼稳定，会当来到你的面前来祈求，当阮对你的面前。来到你的面前，来展开阮的需要，来展开阮的软弱的时阵，阮知上帝你的恩典就要临到遮，上帝你的医治就要临到遮，因为你受的刑罚，互阮得到平安；你受的逼迫，互阮得到医治。主啊，你的疼要完完全全伫咧阮每一个人的心上，互阮会当倚靠你。也当互阮用着上帝你的疼来听阮身躯边的每一个人，互阮伫你的内底得到医治，得到疗愈，得到赦免。阮感谢你恢复阮，成做一个完全新创造的人。阮感谢你，安尼祈祷是靠耶稣的名，阿门。所以咱继续为着教会来祈祷，为着牧者，为着中职团队，咱为着教会几项事工来祈祷。为着要庆祝咱明年是60周年的筹备吼，咱即马伫咧筹备，愿每一个活动，大大小小的活动，会当透过遮个活动，互来参加的人，无论是无导友，无论是咱厝内的人，拢会当感受到上帝同在，有遮个记号，有遮个稳定。那第二点，为着牧区甲小组的牧养的工作来带导，阮需要有搁较侪小组长，咱做伙来受装备，莫干那做组员，咱会当起来来受呼召，咱做伙来服侍，互甲咱教会每一只羊群拢会当得到关心甲牧养。煞只要为着乐龄第二组来祈祷，咱的小组长是邱丽华，区长是美惠长老、苏青长老、洪满执事，为着组员出入平安，得到福音，嘛将福音带互因厝内人，也保守阮每一位小组长，哪服侍，哪甘甜，咱做伙开嘴来为着因来祈祷，来祝福。主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伫阮的中间，主啊，你的听是何等的长跨关心，我们从来在主里，个小组的朋友能交代就是你的主，主啊，求你来看顾，求你来看顾，伫咧阮的中间，感谢你，很像我的，很像我的困求，很像我的祈祷，主感谢你，你是安尼何等的丰富，主，阮会当甲咱教会徛在伫咧这个所在60年，主啊，求你来感谢，求你来伫咧这中间，我们当看顾，感谢你。主，感谢你，你的听是何等的长跨关心，丰丰富富伫咧教会身上，甲咱教会伫咧即个所在徛起有得要60年久。感谢主，你使用教会来成做即个所在，好所在，互阮的厝边，互阮每一个人来到遮会当来亲近你。感谢你，阮也为着要筹备60周年的活动，求主你来使用每一个活动，伫咧筹备的当中，互阮有同心合意的心，会当有好的规划，有好的沟通，伫咧即个每一个活动举办的时阵，阮为着完成一年即个目标来做。主啊，也感谢你，伫咧教会内底有真侪小组，会当互每一个组员、每一个会友得到真好的关心甲照顾。求主你来帮助阮，搁较侪的小组长，愿意来服侍，求你来帮助每一个小组的运行，有上主的同在甲祝福。阮来祈祷，靠耶稣的名，咱用主祷文做伙来祈祷，讲：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
我的心神啊，就称赞上主，就用全部的心神学罗伊的圣名。请咱做来吟圣诗学罗上帝，圣诗第5首，真主上帝造天地，真主上帝造天地。请咱起立来吟全首。真主上帝做天地，话跟话全无人话。你当做日日当米，是正万民共乐意。上帝做心着健康，何必情人诉何路？家前家言龙头东，万民调地清楚。主耶公乐大无比，天地拢免死。天耶稣海大家神，先心敬拜到上帝。请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全地拢要对你出欢喜的声。上帝应该受称赞，全人类拢着亲近你。你毋捌拒绝阮的祈祷，你的主爱毋捌离开阮。主你的权能永远统治，你的目睭监察列邦。背逆的人袂通自高，你彰显你的权能，用气力互山岭安稳徛在。感谢上帝，想出耶稣基督做阮的中保，互阮通脱出黑暗，得到光明，得到新的生命甲盼望。亲爱的主，阮需要你圣神来帮助阮，无受到罪的捆绑。互阮会通专心听你赢过一切，用耶稣基督做至宝，用敬虔的态度领受你生命的话，诚做正直军队你的囝儿，会通活出你真实的敬拜。恳求主加添甲快乐的上帝，愿你的慈悲怜悯光照每一个囝儿。阮知影一生落落所受的苦楚、受害、艰难，乃是出于上帝的旨意。求主帮助阮，知影将根基建立伫信靠耶稣基督坚固照盘的顶面，互耶稣基督成做阮家己、家庭、教会、社会、国家、全世界的主。特别阮这个事业要为着目前现在正伫咧受苦、困苦、心神丧伤、经济欠缺、肉体面对侪侪病痛、折磨的兄弟姊妹，甲在家庭来祈祷，求出你的恩典教育因来用，你大能的手，听我来托住每一位衰烂的肢体，主你的怜悯、慈爱、医治军队因，互因会通倚靠你徛在。互因因为着你的同在甲眷顾，充满新的愿望甲安慰的快乐。是啦，主你讲，既然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要得到富有，荣耀活命做享受。恳求主，你也帮助阮每一个兄弟，拢会通成做一位守望者，不但会晓为着家己亲人甲需要的人来祈祷，佫会晓会得你。为着教会福音的讲团，甲教会的需要来做一位守望者，常常祈祷，随时祈祷，不住祈祷，
真做一位祈祷侍奉的人，常常甲上帝亲近建立美好关系的人。这是阮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分别做圣恭敬来摆咧伫你面前，也将一切学乐荣耀感谢拢归予你。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这是咱要来教读启示文，启示文伫圣诗后面第48，以赛亚53，启示文48，以赛亚53章。咱所听到的，啥人会相信？上主会开啦，捌对啥人显示？上主予伊的仆人，亲像新的烟布出来。亲像军对大地发出来。伊无好形状，无好看头，通吸引咱。嘛无好看的外貌，互咱通羡慕。伊互人看轻，受人气杀。受真侪苦难，经历逐款病痛。人黄面毋看伊。咱表示伊无加尊重，伊确实有担当咱的忧闷，替咱忍受苦难。总是咱想讲，伊受责罚。互上帝拍受苦楚，伊为着咱的过失受惩罚，为着咱的罪过受责压罪。伊担当刑罚，咱得着平安。伊受拍伤，咱得到医好。咱拢亲像羊迷路，逐个人行家己的路。这声上主将咱正人的罪拢归伫伊身上，伊受压迫，受苦楚，总是伊忍受无出声。伊亲像羊羔，互人扛去抬。亲像羊母，互人检问。这声伊拢无出声，伊受无公道的审判，互人掠去。亲像伊受无公道的审判，互人掠去。伊为着我的子民的罪过受鞭拍，啊！对人间消息，到倒一个？虽然伊无用暴力，无讲诡诈的话。人将伊甲歹人带做对，互伊甲好野人同蒙地，总是上主的旨意，互伊受鞭拍、受苦楚。互伊通献性命赎人的罪，伊为长岁寿，看到行行顺顺。互上主的旨意通过伊来实现。经过受苦，伊会看见光。对伊的体验，伊会心满意足。我义的仆人要互真侪人成做义人，伊要担当因的罪过，所以我要互伊甲有地位的人分所得到的份业，互伊甲强猛的人分战利品，因为伊放下性命到死，列入罪人的名单，总是伊担当真侪人的罪，替罪犯求赦免。这是咱要请李介成长老来献诗，伊所要吟的诗歌是：天的万般有伊的日期，天的万般有伊的日期。
万般有伊的日记，万项代志有伊的事，因为天的各项的目的，有伊的心，适当的心。出生是梦，再见甲修行，上海一地拆飞去做，天口好笑，爱参跳舞，有伊的心，适当的心。有下石头的事，有捡石头的事，欢喜通报的事，孤单有时，是路做条，不想放下，有伊的事，有伊的事。你有时，报天也有时，清清讲话拢有时，听小缘分到真可好，有伊的事，有伊的事，适当的事。万项代志有伊的事。咱要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7章第8节到16节，耶利米书第7章第8节到16节。恁看，恁竟然相信遐个无路用的白贼话，恁哪会用伫饕餮、无害、甘民、酒假蛇？甲巴力烧香，去对恁毋捌的神明。过来，即间奉我的名去做的圣殿敬拜我，讲我有救啦，通继续去做遐个可恶的事。即间奉我的名去的圣殿，恁家己看做土匪啊窟是无？恁就知。恁在做啥？我拢有看到。上主安尼讲：恁去示罗看卖咧。古早我伫遐设立敬拜我的所在，毋过恁就去看，我因为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罪恶，安怎对付迄个所在？现在恁做遮个代志。我一再甲恁劝诫，毋过恁拢毋听，甲恁叫，恁嘛毋应。所以我要亲像对付示罗安尼，毁坏即间恁所挖靠、奉我的名起的圣殿，因为即地我赐予恁
甲恁祖先的土地。我嘛要甲恁对我的面前赶走，亲像以前我将恁的亲族以法莲的后代赶走相款。你毋免为着即个人民祈祷，毋免为着因大声哀求，嘛毋免为着因对我恳求，因为我拢无要听。以上，下面咱要请陈碧水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道的题目是“袂通祈祷的时刻”，我读祈祷的时刻。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互阮当伫主日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亲近你、朝见你，也来服侍你，搁较会当来听你的话语。愿上帝，你通过圣经所讲的每一句话，拢成做阮的灵魂的帮站，也成做阮生活的快乐。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兄姐大家平安。毋知咱捌拄着即个袂当祈祷的时刻无？伫今日所读的圣经，迄当时的犹太人，因认为讲，阮伫即个耶路撒冷非常的安全，因为这是上主的圣殿，是上主的圣殿，是主上帝耶和华的殿。意思是讲，阮踮伫教会即个所在，就算拄着9日伊的大地震，拄着风台要来，拄着甚物款的危险，阮拢伫即个所在，上帝一定拢甲阮过较好势好势。总是上帝对因讲，恁减通偷摕杀害、奸淫、起假的咒诅，巴力来烧香，将即个称作我名的殿，成做即个插落窟啊！伫即个所在敬拜上帝，虽讲平安无事，但是拢专门做遮个歹代志。所以上帝爱亚利米，毋通来为遮个人来祈祷，因为上帝要来教示因。咱人嘛有人生会拄着无法度祈祷的时刻，譬如讲最近来去探访即个翁娇姐，即礼拜话看伊出院转到厝，有去甲伊关心，当伊伫加护病房的时阵，毋知影伫迄个时阵，已经昏迷，也是袂当讲话的时阵，人要安怎样甲上帝来祈祷？也是当咱年老年岁，已经连家己的名拢叫袂出来时阵，咱要安怎样甲上帝来祈祷？搁有若是咱的人生，互上帝接转去天顶领加比的时阵，迄个时阵，咱嘛无法度来甲上帝祈祷。但是除了遮的以外，其实咱人若伫罪恶的中间，受到魔鬼的捆绑，也是死亡的威胁的中间，咱人拢无法度伫迄个中间来甲上帝亲近来祈祷。所以咱会当甲上帝祈祷是稳定，爱把握会当甲上帝祈祷的时间甲机会。今日牧师要对圣经中间三个人物，因的人生拢拄着迄个无法度祈祷的时候。祈祷有时，总是无当祈祷嘛有时。但以你咱看到上帝所使用的即个先知，伊伫即个巴比伦受掠了后，搁去到然后搁换波斯。伊不管是伫巴比伦中间的三个王，还是到波斯这2个王的中间，伊拢尽忠来办代志，所以受到其他的监督、省长，因的这个怨毒，因咧一直咧找伊的麻烦，一直想讲要安怎甲但以理，甲把他干掉，把他拉下来，换阮起来做，换阮来担即个国家的这个责任啊。总是圣经伝道讲，因愈找愈发现讲，但以理做人诚实可靠，甚至找无伊的遮个损失的所在、错误的所在，所以因真正找无啊。所以因就讲，安尼阮就要对因的信用来找伊的麻烦。但以理是10几岁时阵，就受约雅敬做王的时代，就受掠去到伫巴比伦。总是伊相信伫耶路撒冷咧大的时阵，伊就有真好的操练，就是每工祈祷几遍，3遍的祈祷，每一工拢爱拍开窗仔门，明远耶路撒冷，迄是伊出世的所在，迄是伊祖先的所在，迄是耶和华圣殿的所在啊！毋知影咱对咱的房间厝内底，你敢知影迦南教会是安怎倒一个方向？毋知看会到无？咱若会当转去找看卖啊，倒一个窗仔门，是面向迦南教会，每工3摆开窗仔门，
圣殿来祈祷，其实毋是圣殿，是即个圣殿亲上帝名的这个圣殿来祈祷。总是对于10几岁经过巴比伦3个王，佮经过波斯2个王，拢总加起来70年久的时间，伊拢照伊的习惯，每一天3摆甲上帝祈祷。总是这波斯的大神，人要甲伊害，找伊的麻烦，就叫王来颁布一个命令，就是除了这30天以来，除了向波斯的王祈祷以外，袂当向其他任何的人、任何的神明来祈祷。如果你是但以理，你听到这种的消息颁布的时阵，毋知你会改变你祈祷的习惯无？总是但以理想拢无想，共款伊知影有人要害伊，照伊平素伊的惯势，伊就是共款，就是早暗3摆耶路撒冷上帝来祈祷，所以就叫人掠着，人就掠着讲你违背王的命令，就甲伊当去对。西亚协等伫即个西亚协的内底，虽讲即个王就毋甘的，但是王甲但以理要担落去的时阵，伊原来讲一句话：愿你所忠心服侍的耶和华来拯救你哦。然后迄个顶头就迄挂就甲伊扛起来。总是过迄暝的中间，即个王的波斯的王，伊规暝困袂落去，所以呢，伊就足烦恼，伊嘛是心内底安怎？替但以理来祈祷啊！虽讲伊家己下令袂使向任何人祈祷，但是即个王呢，规暝袂当困的，伊嘛是伫为但以理，愿你的忠心侍奉的上帝来拯救你，这就是一个祈祷。结果呢，过当天一天还袂光，伊就紧带人去即个西亚协，拍开即个即个门口，讲但以理啊，但以理啊！你有伫诶，你诶上帝有听你诶祈祷，有甲你拯救无？结果但以理讲陛下万岁！上帝差派天使插条遮个狮诶喙，互因袂当伤害我。为甚物呢？因为上帝安尼做，是因为知影上帝我无辜，上帝无辜，知影我无做任何对不起皇上、对不起国王诶代志。国王真欢喜，马上讲来人啊！将这要陷害但以理的人，甲因杀入即个西亚协的内面。这人还袂到底时阵，就去使着跳起来，将这人拢夹喙、拢夹死啊！所以咱看起，虽讲有的时阵环境无容允咱来祈祷，但是咱有一个祈祷的习惯。就算讲袂当祈祷，等伫即个西亚协的中间，但是上帝永远甲咱伫地。然后第二个袂当祈祷的人，今日咱所读的即个耶利米书，耶利米上帝甲伊讲：耶利米啊，毋通替遮个人祈祷，嘛毋通替伊来祈求，你嘛毋通对我来讨，因为我拢无要听。遮个人因为因拜偶像，咱来读耶利米书就知影，遮个人因拜巴力、拜亚瑟拉，拜遮个国外的神明。为着要赚大钱，为着要发大财，为着要互伊人生过搁较轻松，希望这个风调雨顺，遮个神明会当赏赐伊较侪雨水，会当赏赐伊遮个牛母、麟母、羊仔母会当生搁较侪羊仔囝，所以因着甲遮个神明来求，结果对上帝拢袂去接，因只有追求遮看会到的。迄个看袂到的上帝，因煞毋知影要安怎来甲伊亲近啊！所以这神明，因是一支喙讲袂出话，两眼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足无用。1、2、3、4、5、6、7、8、9、10，这神明其实拢是人的手所刻的这个偶像，无法度拯救家己，但是上帝子民。竟然伫上帝的土地迦南地，搁伫上帝的教会，就是圣殿，来向遮个其他的神明来求，将看袂到的上帝等伫边啊。所以上帝讲，伊要来管教因、教示因，遮无听话、无认捌上帝的子民。上帝要通过对北方来的遮个国家，就是要对巴比伦，甚至要3摆攻破因的城门。拆毁因的城墙，将因的王、因的官长、将因的祭司、因的先知，拢要一个一个掠到巴比伦来去。所以上帝甲耶利米讲：你毋通替因祈祷。如果因来甲你问讲，
为什么上帝要安尼来对待我的时阵，你就直接甲因讲，因为因弃杀了我，伫家己的国土顶悬服侍别的神明，所以因就爱受掠去到伫其他的国家来服侍外国人，互因去体会体验看卖啊，伫家己的国家袂当去敬拜家己的神，竟然伫家己的国家去进口外国的神明。请问咱台湾的神是倒一位神？真济哦，真济。但是倒一个神是创造台湾？台湾有遮尔水的山，有遮尔水的遮的溪甲海，遮的土地遮尔肥，遮尔水。有倒一个神明跳出来讲，台湾这个土地、这个所在是伊所设计，是伊所创造的呢？咱就要来认捌这个神。不管这个神看得到看袂到，但是咱也无好好来认捌伊，检测上帝为咱所做这个美丽的所在，咱煞袂当住伫这个所在，颠倒爱去到外国的所在，去因为因服侍外口的神明啊。所以当巴比伦三摆攻打时，上帝毋是只有讲因属灵的淫乱，甚至讲因为因的厝内底掺遮的藏着遮的物仔，拢是遮的贼仔的物仔，亲像拍落的人，因的遮的笼仔内面，装满遮的拍落遮的杂物，所以因有钱有势，肥搁肥足足，啊面拢红光光，因真歹，穷凶恶极。无替遮的孤儿寡妇来伸冤，来主持公道。上帝伊除了爱人敬拜伊，其实伊爱人通过听伊的话，会当来行出上帝公义啊。所以上帝讲，若无公义，就无有真正的平安；若无行公义，这个国家就袂当得到完全的和平啊。好，所以请甲咱隔壁兄弟甲伊讲，无有公义就无有和平。上帝爱咱行公义、心存怜悯、谦卑来甲上帝三角行。所以耶利米，其实咱也读耶利米书，第7章、11章、14章，上帝三斗甲伊讲，你袂当阁替因祈祷啊。但是耶利米有继续祈祷无？后壁一直咧祈祷，到伊离开这个世间咯。但是环境有时阵，互咱看出上帝要教示啊，袂当祈祷，但是咱犹原祈祷。最后要分享的这个是阿伯拉罕。阿伯拉罕伊嘛是甲上帝关系真好，但是伊的人生嘛有拄着迄个无法度祈祷的事。创世纪第18章，阿伯拉罕99岁，伊的某89岁的时，上帝有找3个使者来到伊的帐幕的面前。阿伯拉罕一看就知影讲，这3个人是上帝所找来的人，两面拍败伫伊的这个帐幕的这个门口，然后甲因拍败，甲因接待，然后这3个上帝使者接受阿伯拉罕的款待了后，就讲明年这个时阵，你要得到一个囝。但是这3个来的使者，其实因有更较要紧的任务，就是上帝讲，伊要来审判这个地上的罪恶。因为伊听到伫即个地上，索多玛、蛾摩拉，即个城市住伫遮城市的人，因的罪恶已经探到伫天顶，上帝看袂落去，所以上帝找伊的使者来到地上，要亲眼来看，遮个人到底是毋是行好。所以因嘛甲遮个3个使者，要离开的时阵，阿伯拉罕就陪因行一段路，去到迄个当对顶悬看到索多玛的所在。阿伯拉罕去的时阵对因行，遮个使者后壁遮圣经讲，上帝耶和华上帝心内底想讲，我无爱甲阿伯拉罕隐瞒我所要做的代志。上帝要审判，但是阿伯拉罕是伫伊的身躯边，上帝要甲伊讲。但是阿伯拉罕知影上帝要审判所多玛的时阵，伊的阿兄的囝就是罗德，住伫迄个所在，因为因分家伙了后，一个东一个西，所以伊的孙仔罗德就去到伫所多玛的所在底下来讨谈。伊知影伊的亲人伫遐，所以伊知影上帝要毁灭伊的心肝底，就非常的惊吓。所以，但是伊知影上帝要毁灭，伊要安怎甲上帝祈祷？阿伯拉罕伊真有智慧，
伊安尼甲上帝讲：主啊，这是华语的，你一定袂甲无辜的人、甲有罪的人做伙刣掉，一定袂。上帝，你是公义的。然后伊佫讲：主啊，你若安尼做，无辜的人、甲有罪的人若做伙刣掉，安尼你就无公义啊！所以上帝，你一定袂安尼做。上帝啊，你是世界的审判者，你一定是公正的。所以你知影，好人就爱互伊过好的日子，歹人就爱好好甲伊修理。但是亚伯拉罕，伊甲上帝发巴拉简，即个巴拉简就是巴根，伊甲上帝讨价还价。伊讲上帝啊，若是伫即个索多玛即个城内，若有50个义人，你敢会甲伊毁掉？上帝讲袂。亚伯拉罕第二届讲，若45个好人伫遐，你敢甲伊毁掉？上帝讲，我为着这45个人，我嘛袂毁掉。第3摆、第4摆，40个、30个、20个，到第6摆10个，主啊，容允我阁讲一届，你毋通受气啊！如果伫即个城内底有10个义人，你敢会甲即个城来毁掉？上帝讲，为着这10个义人，我嘛袂甲因毁掉。所以亚伯拉罕甲上帝对话，其实6摆的对话，就是亚伯拉罕的祈祷。讲了后，亚伯拉罕就转去，上帝嘛离开，就去啊。但是索多玛、蛾摩拉，上帝原来甲伊毁灭，所以是创世纪的19章，上帝就降火对天顶来烧这个城市，代表讲这个城市内底有10个义人无？无10个义人，内底有几个呢？其实咱继续来读落去时阵，发现讲上帝要救6个人。这6个人呢，一个就是亚伯拉罕的孙仔罗德，甲即个罗德的某，然后伊有几个查某囝，佮有2个查某囝，然后这2个查某囝呢，拢已经有未婚夫啊，所以伊嘛甲这2个查某囝的未婚夫天使，拢去甲因叫，半暝甲因叫，紧走，紧离开，上帝要降火，要毁灭啊，就要紧离开。但是这2个查某囝的未婚夫呢，当做这个天使，上帝使者咧甲伊讲声笑。阮住伫这个所在在地遮久啊，太有可能无爱走，所以6个扣掉2个，剩几个？剩4个。这4个中间，哪行哪出来时阵呢？这个使者甲伊讲，你着要直直去到迄个山顶，千万安怎？毋通回头啦！你若既然决心要离开啊，就毋通回头。但是啥物人回头？罗德的某回头，伊一个回头变做一个盐，变做是一个盐条啊，袂顶袂动啊。所以因的心还搁咧留念我有遮侪牛仔伫遐呢。当初时分家伙时，亚伯拉罕足侪财产，我的仆人、我的牛仔、我的牛、羊，拢伫迄个所在。伊还搁咧回头，还搁咧想。结果呢，伊就甲遮个伊所少年的物件，拢做伙掉伫迄个所在。其实咱即马若有去信地，去到伫死海，迄个浮会当伫海水浮起来的所在，就是过去索多玛、蛾摩拉的所在。伫迄个海，迄个死海下底，就是遮个袂当听上帝话，无要悔改，无要合决心，要来离开上帝，留互世间人的记号啊！顶礼拜，咱通过亚利米书讲，悔改头一步，就是爱青乌切起来，就是爱有一个 U-turn， 就是爱有180度的转变。这个浪子，当伊无听老爸的话，无守上帝教示，然后去到甲这个钱拢开了以后，甲猪困做伙，食猪的饲料，甲猪才青乌起来，讲哎呀！我其实会当转去我老爸的兜，会当转去我老爸厝内底做工人，嘛比我遮较赢。所以悔改头一步就是爱醒悟起来。甲咱隔壁兄弟讲，悔改头一步就是爱醒悟起来。悔改头一步就是爱醒悟起来。今日通过亚利米书，咱继续要看悔改第2步，就是爱合决心。佮甲另外一个兄弟讲，悔改第2步就是爱合决心。悔改的第2步就是爱合决心。这个决心，就亲像罗德，伊的某无决心要离开，
伊要离开即个歹的所在，上帝要毁灭的所在，但是伊的心还搁咧鸟，还搁咧上，还搁咧流乱地上的。咱若是望要去天顶，要去见上帝人，将来当去到伫天顶耶路撒冷兄弟姊妹，请你举手。望将来要去到天顶的兄弟姊妹，好，请你举手。大家拢举手，多谢。你若举手的时阵，代表讲天顶较水，还是地上较水？天顶较水，咱就无应该流乱伫即个地上的世界、地上的所在。因为咱知影要去的迄个所在是较水，咱既然若举手，就代表讲咱爱有一个决心，爱有一个悔改的性命，毋是只有追求即个世间的，是要追求天顶的。今日咱看到即三个人，但以理、亚利米、阿伯拉罕，因拢拄着迄个袂当祈祷的时阵，但以理是去互人害，禁止祈祷。亚利米是上帝甲伊禁止，直接讲，我足生气，你莫阁讲啊，莫阁祈祷啊。阿伯拉罕伊是上帝准备要出手啊。阿伯拉罕是拍伫迄个所在，伊加讲一句，上帝马上就甲伊让他被消失，上帝就甲阿伯拉罕甲伊解决。但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嘛是要甲上帝祈祷。但伊的祈祷，虽然袂当祈祷，但是伊用平常心来祈祷。王拢颁布这个命令，影仔拢转落去，转落去，公文拢发出去。但是伊转到厝内底，照平常时，安尼一天3摆，耶路撒冷，上帝来祈祷，感谢上帝。所以伊无去烦恼遐祈祷，袂当祈祷，袂当祈祷的效果是啥物？将效果交予上帝。亚利米伊是用同理的心，同理心。伊看到讲，遮个人民一直行即个罪恶的道路，你要摔落去啊，车你要并过去啊，总是伊用同理心。上帝讲袂使祈祷，但是伊偷偷祈祷，所以上帝佫第2摆讲袂使祈祷，伊佫偷偷祈祷。第3摆上帝讲袂使祈祷，伊嘛是继续祈祷。伊要将即个效果，若无悔改、无决心悔改的效果是啥物？嘛爱甲人来讲。阿伯拉罕伊是不灰心的祷告，拢总6改，一改一改，这改其实无伊的代志，伊的孙仔若死啊就死啊，其实嘛无伊的代志。但是伊为着遮个灵魂，为着遮个亲族，6摆安尼甲上帝拜托画巴拉简，最后虽然有无成功，但是其实上帝有听伊的祈祷无？有啊，无迄2个天使。才会去救罗德呢？因为有听到阿伯拉罕的祈祷，所以上帝佫派2个使者，虽然无10个，嘛有6个。这6个，结果减2个，剩4个，佫一个流乱地上剩3个。其实，若罗德伊若加生几个囡仔，后生查某囝，较早嫁，较早娶，较早抱孙的，安尼这个城有超过10个哦。检查就马上就超过10个。总是伊只有生2个查某囝，然后查某囝佫还袂嫁出去，所以剩6个。但是，互咱看去讲，咱祈祷重点毋是生几个，重点是咱有决心要甲上帝祈祷无。但以理的祈祷，亲像马街，咱伫后礼拜要去到伫真理大学。咱去到真理大学，咱有一个真特别的行程，就是要来去看马街过去伊徛起的所在马街故居啊。这个所在呢，你若去看 Google Map 叫做永久不开放，就是即马无阁开放啊。过去阁有一段时间，会当入去看，但是即马就算讲你要买门票，你要去申请，拢无法度。但是咱即回，咱特别有甲真理大学。甲学校申请，咱要去做礼拜刷了后，咱要去看马街伊的即个故居。这就是一个足水的这个西洋楼。这个西洋楼足亲像安平古堡，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建筑。这是马街甲伊的某甲伊4个囡仔，做伙大的所在。马街嘛是亲像单一日，每一天透早暗时，拢会伫迄个所在。拍开窗仔门，虽然伊是毋是加拿大来祈祷，毋知影，
但是咱当去到马街伫迄个所在祈祷的所在，而且牧师看到一个真趣味啊，就是马街是1872年3月初9来到伫淡水，但是伊就足紧就来招着学生，伫迄年的5月，伊就招着即个学生，就是即马相片顶悬即个，有人知影伊叫啥物名无？伊甲咱的集会长老共姓，叫做严清华，那讲共姓就知影严清华，叫做阿华。这个是一个秀才读册人，伊本来是来找马街，是要来体馆的，是来找马街麻烦。阮读册读足济，阮拢读即个中国的四书、五经，阮读足济遮的儒家的学说。你讲你读册足济，什物大学的硕士，你摕足悬学位，咱来前来辩，看啥捌较济。结果呢，遮一届，伊就马街讲的，伊拢毋捌听过。然后伊就讲你拜托你收我做你的学生。但是安尼2个月了后，伫1872年的5月，迄阵马街伊就叫即个阿华讲来。即摆你来甲上帝祈祷看卖啊！请你来甲上帝祈祷。你会记得头一摆祈祷什么时阵无？即个呢，阿华伊听到伊的老师马街叫伊祈祷呢，伊就足紧张，伊就跪落来，翻伫迄个椅仔，即摆坐即个椅仔，翻伫迄个椅仔顶，跪伫遐翻咧椅仔祈祷。讲话足紧张，讲袂出来，因为从来毋捌祈祷过。但是马街的日记讲，将伊的学生阿华祈祷一句一句拢甲写落来，写即个天顶的主宰啊！我感谢你，感谢伊无讲遮紧，讲得足慢，感谢你找马街博士来到遮，互我会当明白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我请你会当引带我的亲人、我的父母、我的四周的人。互因会当来明白上帝，最后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个马街日记是讲阿华，伊本来是跪伫遐换椅仔咧祈祷，等祈祷了以后呢，即个椅仔对迄边愈到遮来啊，祈祷的时阵椅仔拢会行路，毋是椅仔会行路，是一直带，伊足紧张的啦。所以马街感觉足趣味的，就这写伫伊的头一个学生。头一摆祈祷，就写伫即个日记的顶悬。其实马街伫遐祈祷，咱即届10月13，你若去到即个马街的故居啊，你一定爱去到后壁，迄有一个后尾门。即个后尾门行出去咧，就毋是西洋式的，是即个台湾式的即个古早厝。你看遐地板啊、地砖啊，迄拢是台湾式的。即个古早厝的后壁，遐有一间细细啊间的。迄就是马街的书房，马街的册房啊，伊拢伫迄个所在咧读圣经，拢伫迄个所在咧研究，即个天文地理啊，咧增加他的知识。所以10月13，咱有机会会当去到迄个所在。伊咧册房内底，迄是学生拢袂当去的，伊就伫遐备课，伊伫遐准备来教册，然后教册了后呢，去对，就是去尾啊，伊去即个牛津。学堂刚是1881年啊82年，才起起来头一间北部的头一间的学校。过去还未起这间学校的时阵呢，拢是黄色那个照片，大家拢坐伫涂骹伫树仔底，叫做逍遥学院。天顶地上就是阮的教室，所以马街伫遐来教学生。但是去这个牛津学堂，这个理学堂，就是真理的理啊，所以叫做真理大学。理学堂以后呢，因就伫即个内底上课，所以咱伫10月13，咱嘛有甲学校申请，会当入去即个马街起来即个教室，就是蓝色即个照片，当然即马内底毋是安尼，即马拢即个展览，但是咱通过即个相，看见马街伫遐来教迄当时的台湾人来明白真理，听上帝声，听着就爱悔改。咱看到耶利米，伊甲马街做共款的事，将上帝话讲互人来听。但是有的人听到悔改，嘛是耶利米的时代，因听到，拢已经来到伫圣殿的门口，伫圣殿的面前，因煞听袂落去，无爱悔改，直到上帝要刑罚。但是感谢主，马街教出来学生拢有听上帝话无？有，所以因才会出去传福音。
才会去到伫艋舺，才会去到伫即个大柯坎，去到伫三峡，才会去到伫大溪，才会去到伫即个十指水塘骹，才会去到伫桃仔园，去到伫南坎，来到伫新竹，然后去到伫苗栗的所在，毋是马街一个人，是遮因拢听到上帝话人对因去，因才会去到看，将即个福音传出去来建立教会，然后咱10月13，还有一个。真要有一个机会，就是咱去看马街的梦，咱嘛已经有甲遮个学校淡江中学来申请咯，就是去看马街伊台的所在，就是上悬的迄支，伊的倒手边迄就是伊的某，正手边就是伊的囝，然后伊的查某囝，亲人，伫迄四周的所在，迄个所在就是马街伊一生最后的徛家啊。当然，伊虽梦死，但是马街的精神。要结果对咱来讲话，阿伯拉罕为着伊的孙仔，为着迄个罪恶的城市来带倒，马街嘛是来到伫即个当时台湾迷信的所在，还袂啉捌水的所在，但是伊嘛为着即个所在来祈祷。所以马街有一句名言，8个字：宁愿烧尽，不愿朽坏。这句话柯文哲嘛捌讲过，2019年宁愿烧尽，不愿朽坏。这句话呢，对柯文哲伊做医生，讲马街嘛医生，伊嘛医生，所以伊要用医生救人的这个性命，要来做市长，甘愿辛苦互火烧，伊嘛无爱将伊的性命来互伊拍歹。但是呢，即马伊到底有拍歹也无拍歹，就爱看这个法院的调查的结果。但是，这个英文是安怎写呢 ？I would rather burn out than rust out。我甘愿去互伊烧毁灭，嘛无爱伫遐 rust out。rust 是啥物意思？rust 就是生鲜拍歹。所以正确来讲，宁愿烧尽，不愿朽坏。咱做伙来讲一解：宁愿烧尽，不愿朽坏。上帝互咱真做贵气，金属，但是咱毋通伫遐囥甲生鲜啊！请问咱的圣经有生鲜无？无，感谢主，咱的圣经无生，本来就袂生鲜啊啦，生菇，生菇草谱，安尼就害咯。咱甘愿互即个身躯互火烧啊，但是毋通伫遐囥甲生菇、生鲜拍歹。这个柯文哲这个朽坏叫做木可，迄个朽就是一个木一个可叫木可你不可安尼，但是是不愿朽坏，咱毋通囥伫迄个所在生鲜，咱是上帝的贵气，贵重的器具，毋通生鲜拍歹。甲你隔壁兄弟甲伊照讲，你是上帝贵重的器具，你是上帝贵重的器具，毋通生鲜拍歹，毋通。所以咱在安怎才袂当生鲜，就是爱摕出来磨，就是爱摕出来腌，菜刀就安怎摕出来切，毋通囥伫遐摕出来吊伫迄个所在。咱就爱常常用，常常祈祷。咱的祈祷嘛毋通生鲜，嘛毋通拍歹，亲像遮个偶像，囥伫迄个所在，最后拢无价值。所以咱看到今仔日3个人袂当祈祷，但是10月13、2礼拜以后，搁2礼拜以后。咱要去到伫真理大学，咱除了伫迄个所在做礼拜，礼拜煞咱嘛当去参观3个很难得的地方，复习一下哪3个？马街故居、牛津学堂，够这3个啥物？马街墓园。如果你无报名，即摆会当报名无？歹势袂当报名，但是你会当坐9023，然后搁换红线的捷运，家己坐捷运去到伫淡水，做伙来礼拜，这拢是开放的，欢迎大家。我那把握机会，只有1点钟的时间去参观这3个所在啊。亚利米书是上帝通过真少年的先知亚利米所讲的，伊18岁，上帝就叫伊做先知，总是等到伊36岁时。上帝甲伊讲，你毋免阁祈祷。对于18岁到36岁，这中间经过要将近20年的时间，这20年亚利米伊无停止为着伊的百姓来祈祷，
但是到伊38岁、要40岁时，上帝甲伊讲：你毋免阁祈祷啊！吼，连续3道，吼，讲吼，你毋免阁祈祷，因为我准备要出手啊。所以上帝早就要出手啊，其实是因为亚利米伫遐一直为着百姓的祈祷，才互因会当得到拯救。亲爱兄弟姊妹，咱嘛有52天来读亚利米书，这52天就亲像尼希米，伊在起这个城墙，这个城墙有12个城门，这个城墙就是要来保护住伫内底的人，因无受到外口的攻击。咱嘛为着咱的亲人朋友还未信主的亲情，为因来祈祷。通过一边读亚利米书，一边嘛为着咱的乡亲住伫桃园，住伫咱这个大楼社区中间还未信主的人，为因来祈祷。检查因有悔改的机会，检查因有一个U-turn的机会，检查伫这52天的中间，倒一日因就愿意下决心，讲我要离开这个所在，我要对你来信上帝，我要来甲上帝祈祷。检查上帝嘛，通过上帝话，来当来拯救世上的性命甲灵魂啊！伫即礼拜也是今仔日有小组，好，咱来当伫小组中间。通过亚利米书来分享，亲像但以理，伊的祈祷为什么会当照时照期来祈祷？不管外口风雨偌尔大，伊拢犹原无改换伊对上帝之间的关系。咱要安怎互咱的祈祷的生活、读经的生活，会当变做是咱日常真好的习惯，咱会当互相来分享，互相来学习。第二个。咱嘛当来分享，如果咱伫祈祷的中间拄着躁动的时阵，咱就应该安怎样来决心？亲像上帝叫亚利米毋通阁祈祷啊，亚利米叫上帝挡祈祷，但是亚利米伊听候阁再听候，偷偷甲上帝祈祷。阿伯拉罕知影上帝即马要去啊，伊去的时阵就准备要毁灭啊，但是伊甲上帝问阁再问，求阁再求，拜托阁再拜托。为着要拯救灵魂、拯救世上的性命，无愿意来沉沦。第三个，当咱的祈祷有时阵无马上看到这个结果，看到这个代志来发生，要安怎样来调整，还是要安怎样来等待愿上帝帮助咱啊？昨是这个教师节，教师节，咱庆祝这个教师。昨我嘛去参加我国小的同学会啊，好，阮这国小的同学，好，已经拢毕业40几年啊毕业40几年，43年啊，毕业43年对，好，啊，甲因熟悉做伙哦，足久的时间，好，啊，这个30几年啦，我是国小，哦，家己都算袂出来，好，跟他们当同学43年啦，啊，毕业37年，好，讲毋对，毕业37年安尼。毕业30几年，甲因做伙。其实细汉时，伊拢知影，阮爸爸是牧师，我拢去教会。但是呢，这中间的同学，昨拢有传去教会，昨拢无来，昨拢是毋捌传去教会。但是因拢知影讲我做牧师，所以拢对我即马，陈博志啊，你即马博志，你即马做牧师，你拢在做啥物？为什么你到即马都在做牧师？我就有一个真好的机会，甲阮的老师嘛有去，同学嘛有去，阮就坐游览车，坐到迄个来阮的所在，新竹的所在，就甲因分享，做牧师在做啥物？其实因拢真好奇，为什么你做牧师的工课？因拢讲因是初一15，拢咧食菜，同学中间嘛有咧食素的，但是呢，嘛看到这同学中间，其实嘛需要甲因来传福音啊，所以。我感觉我有一个感动，就讲其实教会嘛足侪代志爱做爱无用，但是有即个机会会当甲我细汉做伙大汉的遮个同学，会当若有机会当甲伊分享福音，嘛是一个真好的代志，所以我嘛咧祈祷讲，后一回换我来办的时阵，就当邀请因来参观你的同学上班的所在，迦南教会，邀请因若是当来做礼拜，嘛是一个真好的代志。虽望袂当安尼一个一个甲因带信主，但是嘛是为因来祈祷，亲像但以理，亲像亚利米，亲像阿伯拉罕，为着这世上的灵魂，
求上帝帮助，求上帝怜悯，互咱会当看见上帝拯救、上帝恩典，甲每一个人三角地底，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阮感谢你，阮今仔日是会当祈祷的时阵，总是人生中间有可能毋知倒一天就袂当祈祷，也是袂赴祈祷，袂当搁再祈祷。主啊，互阮把握每一届每一次会当甲上帝祈祷的时，互阮把握每一摆会当来听上帝你的声音的时，互阮把握每一摆阮会当来拍开圣经，甚至阮会当来甲人来分享福音。不管是阮的过去的同学，也是阮的厝边，也是阮的亲情甲朋友，互阮把握机会，用祈祷来为着人的需要，为着人的灵魂，伫主的面前付代价，宁愿烧尽，不愿烧坏。阮甘愿身躯互火烧，嘛毋通将即个基督徒的性命囥伫迄个边仔拍歹生生。求上帝怜悯，求上帝帮助。特别上帝，阮知影有风台伫要来，伫2礼拜以后，也要教会举办去到伫野外的所在来礼拜。愿上帝祝福伫即个中间所有行程计划，一切当顺序进行。特别，阮也为着后礼拜日要来举行的好会、会员大会、协会才会选举来祈祷。愿上帝，你的神也来做工，特别是这受选、被选，也是候选，也是当选，这的长老执事啊，这的理事、干事，也是这的志工队的队长，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愿意祈祷的心，付代价。早暗亲像但以理，亲像耶利米，亲像亚伯拉罕，忠心伫主的面前祈祷，会当带来即个地方，带来即个所在的祝福，嘛当来因跟上帝伫业正人，愿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这时阵要来唱回敬信诗350首，求主施大恩，请咱做伙起立来吟全首。救主
远无三里，永远无三里。阿门。请坐。咱这是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也是出自咱甘心乐意。如果你若是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咱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献乎你，最你诺言高之时，一天明日献乎主，为阳光你望你故。我的手爱你绵连，为着我做最切言，我为你献，常常替你行无限。我的声音，互你言，我希望做主无天，我的水遁来叮当，我团风音来救人。请咱起立。我的志愿献乎你，献出龙潭的旨意，我的在心为救赎，我愿献你最起故。阿门。主必疼痛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伫你面前，阮有满满的欢喜。伫今仔日透早，正兄弟姊妹同时组织伫你的面前，献上你所想事的金钱、时间、才能，求主感觉，听阮伫你面前的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咱请迄个第二组长老来做报告。好，大家平安啊！咱来消息的报告。大先，咱来介绍今仔日有来做伙礼拜，头一届来新朋友，我遮有2张介绍单，内面读着你的名，请你起立。头一张是周天成兄弟，全家哦5个人吼。伊的教会是伫咧台南东区的富强教会、富强教会吼，应该是来佚佗啦吼。欢迎恁哦吼，好，请坐。阮会交代摕礼物互恁吼，来欢迎恁。第2位是邓俊成弟兄，在后面的地方哈，来大家拍拍啊！这个是吴敏娟姐妹带来的朋友哈，大家隔壁会当小借问一下。好，煞接后壁继续来报告哈，没有较重要的代志，我要请牧师来甲咱斗补充吼。头一项代志就是拄则礼拜内底有讲起的59周年户外礼拜吼，10月13，大家有报名无？有5个所在吼，头一个所在巨蛋对无？个中华路国泰社区的所在吼，个有武林高中、阳明高中，搁一个倒位？立行路立行路吼，好，阳明公园伫咧保罗街吼。你若毋知影到底要停喺倒一个所在吼，你甲我扫 QR code， 伫咧咱的周报内底拢有吼。内底佫有名单，有个人吼报名，我要伫遮上车吼，我袂记哩安尼吼。你会当小看一下吼。好，第2项代志。就是讲，咱如果即个 QR code 就看到你的名单吼，所以你若
爱认清楚吼，迄个车长吼、车长吼，甲即个你做一车吼，爱看清楚。如果你有要换所在吼，一定要跟主任吼、张玉主任甲伊通知哦，吼，无到时阵吼，这车长点名点毋对吼，啊就会乱去。吼，所以咱拢将所有名单放伫即个 QR code 的顶悬，吼，伫咱的周报顶悬嘛有。好，所以请咱照即个 QR code 好来确认名单，好，多谢。好，恁敢会袂记哩？袂，我一定会记哩吼，爱家己安尼讲，我一定会记哩。啊，上车甲下车的所在是同一个所在哦，吼。啊，第二点是咱后礼拜10月6号，联合礼拜吼，敢若一场了，9点就开始伫咧升堂，啊，到时阵咱会照即个小组的位来排。那袂当来的时阵吼，你一定要甲你的小组长来请假，来顺利咱会议的进行。啊，咱要来请牧师来甲咱介绍咱长老资格甲技术的候选人。好，咱目前有长老资格，吼，而且伊个人嘛愿意受选的，吼，目前有6位，有6位吼，是即个翠林长老、庐山长老，吼，然后要有4位的技术，吼，是有长老的资格，吼，是即个才知、敏和、嘉硕、义军。好，所以即拢总有6位，好，咱来选出4位，然后咱的技术拢总有18位，好，咱已经介绍12位，好，所以今日佫介绍最后6位，好，就是黄丽英，好，伊是伫咱据点的讲师，好嘛是咱的小组长，葛廷瑞是咱青年牧区的同工，好，伊也是目前伫咱的青年牧区，好来指挥，好，拜6礼拜，佫有青年的周成汉，好嘛是小组长，嘛伫青年牧区内底做同工，好，带敬拜做导演。好，做遮个事工，好，佫有恩琪，好，伊捌做过一年的技术，捌做过社青的会长，好，即马伫儿童牧区做同工，佫有陈模技术做过3年的技术，好嘛是小组长，嘛是俄罗敬拜团的团长，好，以及是即个图书馆档案史料组的即个组长啊，好，佫有简正峰，好是咱即个投影童工主日学童老师，好嘛是目前是伫即个儿童牧区来做同工啊，好，所以咱遮的。18位的中间要选出10位啊，好啊，这是咱后礼拜吼，咱会摕到这个票的这个选票的格式，好，伫遮嘛伫遮先刷来甲大家介绍，好，所以咱的这是咱长老的选票，好，咱会拢总发6张互咱，6张都无共款的色，好，所以6张会夹做伙，好啊，每个颜色就是来收什么颜色的票，好，拢会来宣布。好啊，头一届要选就是长老，吼6个选4个，吼，所以第一届选时阵，吼就是对6个中间添4个，吼啊，第二摆看咱选几个出来，吼，到时阵牧师会过来宣布，会当交几个哦，好，所以咱就要为着这个人，吼来为因来祈祷，吼甲代祷，然后技术的选票，吼甲以前较无共款，咱技术的选票，吼是生做安尼。好啊，就是咱将推荐的18个，吼，是咧，吼，即马17个啦，吼，17个，吼，中间有一个，吼，即个，迄个，洪泽，吼，洪泽，吼，伊讲也未准备新，吼，所以今年就先无受选，吼，所以17位咱要选10个，吼，但是小会推荐的这17个，你拢无感觉吼适合的，你嘛当家己选10个，吼，所以你会当。好，看这会员的名单，好，但是你家己选，好，家己写，好写入去，好，这会员的名单，咱拢公布伫1楼的公布栏，也是咱的合会手册，好，所以如果你也有除了这17位以外要选的技术，好，就请你，好，会记得，好，将伊的名先写起来，好，所以咱拢总17个，好，啊，咱中间，好，要来选出的，好，是10个技术啊，好，所以时间会较长，好，但是嘛希望咱大家会当先了解，好，这个选票，好，所以。长老有3张的票，技术嘛有3张的票，好啊，咱长老要选几位？啊，技术要选几位？好啊，所以这个中集，好，咱就为因来代祷，好啊，为因来祈祷，好，咱顶礼拜周报有将这个所有技术中集名拢放伫遐，好，咱也继续为因祈祷，好，以上。好，咱继续来报告第4季的负债表，纸本的放伫咧1楼的柜台，啊，佫有电子档的吼，大家来详细来看。啊，第2点是耶利米书的圣经共读吼，第2场哦，对9月2日开始，拢总52天，每一天早起6点半就开始哦，伫咧线顶咱再会哦吼。好，下一点。10月6号就是后礼拜，咱举行临时好会。咱的图书馆是休困一天，啊，但是你若要行册是无影响吼，会当继续来进行。啊，10月13号的礼拜，这是团导部有安排
2项特别的活动吼，头一项是马街三景，拄则牧师伫咧讲道内底有讲到吼，第2项最重要，我阁要请牧师来报告。好，所以咱礼拜是伫11点的10点半左右的结束，吼所以咱10点半结束了后，咱会来翕即个团体相因为咱5个所在无共款所在出发，所以到的时间无共款，所以咱是定即个9点半就开始伫遐礼拜，10点半以前礼拜结束，结束了咱会出来外口翕即个团体相所以你若真正迟到你就爱10点半一定爱赶到迄个拍团体照，无迄个大合照内底就无你。然后咱翕相了后，咱有甲学校2间学校就3个所在，就是开放咱有挂名牌，所以咱拢有定做名牌，一个人拢有，你有报名的人拢有名牌。你有即个名牌，你通去即3个所在，是11点到12点1点钟3个所在看你要去对拢会使咱拢有请背心的同工，会伫迄个外口底下来做指引所以这3个所在就是上近的是即个牛津学堂，就是伫礼拜堂的对面，然后过来就是伫边过一个真理街5公尺就会当行入去迄个。马街故居，你要去到马街故居，你会经过2栋真水的这个红砖的建筑，亲像英国领事馆甲这个红毛城的英国领事馆生了一模一样，而且是同一个设计图起起来，然后后边就是马街故居，拄则牧师有先互大家看相，然后迄个马街故居有一个小门，你当对小门出去，就当行到边就是这个真理淡江中学。淡江中学大门直直行到上到壁，就是迄个马街的墓园，所以1点钟的时间，咱来去看。然后，这11点到12点，是参观。然后咱这参观内底内底这物件咱原来当去看拄则这是牛津学堂内底的展览。会当看到马街迄个时阵的主导文，马街故居内底房间有2层楼，你会当去你看马街的房间，伊的囝的房间，伊的后生的房间，伊的即个主卧室，你会当入去看，爱当内底看到真侪马街资料，佮拄则讲的后壁有一间小阁楼是马街的书房，一定爱去甲看即个。然后过来就是这是马街故居，内底真侪马街墓园，买当去遐来看即个，伫遐来感受，马街伊待伫即个所在最后的徛家，这是几点到几点？11点到12点。然后呢，咱伫中昼就是放牛食草，所以大家就爱准备你的中昼顿边有即个阿给啦，是便利商店啦，也是要行去老街若会当行，尽量会当行去老街，若袂当行就是伫边仔即个阿给，也是即个附近会当就近，也是家己炸面包，嘛是会使。但是咱的团导部伫下晡1点开始到2点40分。拢总100分钟有一个小活动。这个小活动就是因为6个景点，这6个景点呢，伫真理大学边有3个，分别就是这个真理大学、牛津学堂，还有这个英国领事馆，然后还有4、5、6呢，就是淡水教会马街这个街医馆街医馆就伫淡水教会边啊，还有以及马街上花的所在，上岸处。所以拢总6项，这6个点呢，咱早手机，你去迄个点，就一个同工，伊身上有一个 QR code， 你甲扫一个，打卡，然后扫一个扫码啦，扫码，然后你就记录，那6个点，你有去到4个人，安尼暗时食饭的时阵呢，就有机会可以拿到精美的礼物。是什么礼物呢？是迦南社教60周年的这个文创麻布袋还有杯垫，顶头这个60周年的这个 logo， 这是限量版的，所以咱有准备各100份这个麻布袋有100个，这个杯垫嘛有100个，只要6个完成几个？4个，就有机会啦。所以咱期待咱大家就是较认真的，拢总几点开始？
1点到2点40分100分钟。因为咱3点半以前就要离开准备要去到伫餐厅5点咱就会到餐厅6点就会食暗食，6点就要离开7点就会登到你的上车的所在因为过顿间爱搁上班所以咱的时间会缩较短所以咱就爱把握这个时间所以请咱嘛来关心注意所以这是10月13咱11点到12点是马街3景。1点到2点40是6个景点爱当换礼物以上。好，谢谢。你要爱迄个礼物无？限量的，我甲你讲哦，行较紧的吼。好，继续来报告是健康关怀资讯的活动。今仔日伫咧1楼的所在大家会当来参与，嘛会当邀请社区的人。后一条消息嘛是社区，就是咱松尼大学讲座有一个线上的讲座听讲这拢人真济我感觉用这来传福音是一个真好的工具甲传过去讲这是阮教会办，伊就对教会印象是真好安尼好，搁生命教育协会咱伫咧后礼拜咱选举了后呢，咱要继续来召开咱的会员大会甲志工大会11点的所在，记得爱出席那做伙来读经句2届我敢若甲因命令这项事，恁着听我的话，行我所命令你的路，我就要做恁的上帝，恁做我的子民，通互恁事事顺利。耶利米书7章23节，搁一届，我敢若甲因命令这项事，恁着听我的话，行我所命令你的路，我就要做恁的上帝。恁做我的子民，通互恁事事顺利。耶利米书7章23节。请咱做伙起立，来吟上吟的诗397首，397首。陈牧师来做祝福祈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疼探、信心的感动甲帮助，甲恁众兄弟姊妹三甲之地，互恁的祈祷无受到阻挡，亲像但以理，亲像耶利米，亲像阿伯拉罕，互身躯边人会当得到利益，互上帝当得到恩根，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倒。